我嘛是真夯来看到玉山又搁发现台湾乌蠅。最近玉山园区南二段拉库阴溪山内有一间厝，有台湾乌蠅走入去内底找食的物件，物件落甲规世界，伫遮放屎放尿。玉管处判断讲应该是食的物件放无好势，因为这个气味再写台湾乌蠅来，呼吁爬山的民众千万唔通留食的物件伫遮，才袂欢喜到你，艰苦到我。 礼拜一游客发现那个黑熊闯入山屋，就是在这里一个住宿山屋啦。手机的所在就是民众发现乌蠅影子的地点。厝内底防冰甲乱糟糟，铁拄啊拍开，物件散甲规涂骹，四界拢有破坏痕迹，涂骹拢是食过酱料甲罐头。看这个脚印甲摆出来，晒甲了，玉管处证实就是台湾乌蠅。 那个黑熊跑到山屋里面，研判说这个是因为游客在山屋里面有催促东西，那把厨余或食物留在山屋里面，那黑熊闻到味道之后，就会闯到山屋里面来找东西吃这样子。根据玉管处统计，全台湾超有600只乌蠅，其中玉山就占超有一半，全台湾上济。玉管处讲乌蠅的片仔真好，就算食物待伫涂骹嘛会互呕出来，呼吁民众要走的时阵，甲食物拢炸走，乌蠅才袂走来。未来会讨论设一个专门用来放食物的橱仔，避免人甲乌蠅相拄。记者综合报道。